健康博覽邀請各大醫療康復機構、健康科技、保健養生產品等參加展銷，盡早報名可享超級優惠。參展熱線23446380。唔食得，唔玩得，唔搏得。西巴護心保健貼，天然無藥，歡迎嚟免費試貼同做微血管檢測。我有幾億物業喺手，想風水周轉，風極都風唔出。揾上市公司愛華亞業信貸啦，專營大額物業按揭，貸款額可高達數千萬。大額物業貸款一定要揾愛華，電話66992228。中谷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Love has changed my former point of view. Just like a butterfly, I've got new wings. All my dreams are coming true. 抹乾淨啲啊！行咗咁耐，唞下先。我係唔會輸俾你嘅。Simply Life 全線加6折，新年前落單，新年後送貨額外9折。Simply Life。世界其實好大，你可以去得更遠。我哋嘅世界可以無邊無際，自由自在。學習最新嘅知識，發揮無窮創意，安居置業，享受生活。投資發展，開拓商機，獨具慧眼，創造傳奇。今天決定將來。我可以幫到你，永遠朋友，永遠服務。景鴻移民。你稍後請收睇《理智得寵》。喺平安谷嘅一切，永遠歷歷在目。每一日都好似活喺人間煉獄。點解佢哋三個？男尊女卑，女人只係奴隸，以貞節為枷鎖，任意凌辱。夫在妻在，夫死妻要同葬。只有推翻不公強權，女人先有真正平安。優品360呈現《平安谷之鬼谷傳說》，星期一晚8點半，翡翠台。今日嘅理智得寵咧，同大家介紹一種嘅寵物，有好多種唔同嘅名㗎。英文名叫做 Guinea Pig， 你冇聽見有個 pig 字咧，以為係一隻豬喎，其實係一隻鼠，仲係一隻天竺鼠。莫非係來自天竺？嘻嘻，我哋唔係嚟自天竺㗎，我哋係嚟自秘魯先啱，係由一個荷蘭商人帶去歐洲㗎。不過因為我哋嘅叫聲有啲似小豬，所以先至會俾人以為係豬咯。除咗天竺鼠，我哋仲會俾人叫葵鼠、小龍豬同埋豬士丁，千祈唔好叫我做豬仔哦。Wendy 啊，呢隻就係天竺鼠啊。係啊。哦，咁佢哋有冇話分幾多個品種啊？有㗎，大致上咧純種嘅天竺鼠咧可以分12個類別，但香港通常見咧就有短毛、轉毛同埋呢個鼻窿。轉毛啊，即係佢有好多個轉。係啊，有幾多個轉啊？大概8個轉。咁佢一般有幾長壽命啊？大概5至8年。5至即係8歲已經好叻㗎啦。係啊。咁佢食乜嘢啊？平時？天竺鼠本身係屬於草食性嘅，所以佢哋咧必須要食好多嘅草，同埋佢哋